近日15運會廣東、香港同澳門賽區聯合舉辦火炬傳遞專場新聞發佈會，介紹本屆全運會火炬傳遞相關情況。據悉，15運會火炬傳遞標誌名為海焰之靈。火炬傳遞將會喺11月2號上晝喺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深圳同步舉行，共設有火炬手200棒，每個城市跑動50棒，每棒跑動50到100米。除了以跑步的方式外，火炬傳遞亦將可以使用渡輪和快速巴士，通過無人駕駛穿過核心的老城區，這是路線設計的最點睛之筆。這也安排了既呼應了廣州老城市新活力這樣的一種發展命題，在解放路、海珠廣場等歷史街區注入智能這樣的一種元素，實現傳統風貌與現代功能的共生。而喺同日，多項15運會同殘特奧會官方特許紀念商品亦都正式發行。其中呢一款15運會官方授權嘅交通紀念卡就獲得咗唔少嘅關注。我們這系列的主題交通卡呢，是共推出了7個卡面，收款卡面呢是基於中國運會的視覺的一個主題元素進行一個設計的。其餘的這種6款交通卡呢，我們是基於比賽項目與我們嶺南文化生活來進行一個融合的。例如說，我們將我們粵語這流行語跟我們比賽項目做一個融合。除咗有顏值，呢一款卡更加有實力，可以在我們香港跟澳門的地鐵跟公共汽車上去使用。同時的話，也是支持我們廣東的一個城際列車啊，包括我們4線貫通以來的這個所有的一個線路，涵蓋了我們所有這個城際列車的這個消費終端。呢一張卡啦，除咗可以喺粵港澳大灣區使用之外啦，咁仲可以喺全國330幾座城市使用㗎，咁包括上海啦、北京啦等等㗎，真係夠晒威啊！紀念交通卡售價28蚊，目前已經喺各大平台發售。除咗交通卡受歡迎，適配佢嘅卡套亦都係備受青睞。呢一款卡套以鯉魚、大馬蝦魚皮等天然材料為基底，融入咗黑節族魚皮製作技藝，魚皮鱗紋凹凸有致，兼具立體同動感，既展現咗黑節族呢一個北方魚皮部落嘅獨特文化，更加蘊含住公益意義。這些的非遺文創的產品全部是純手工的。我們的企業呢，75%以上都是殘疾人士就業，帶動殘疾女性就業的。承載住非遺技藝同公益初心嘅魚皮卡套，同貫通粵港澳嘅紀念交通卡，都令到非遺傳承、殘疾群體幫扶同體育精神傳播實現咗有機融合，為即將到嚟嘅15運會留低咗可以攜帶、可以使用嘅流動記憶。